大熱係6，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顏色之王少少夾咗，暫時喺後邊黃帽紫色衫嗰匹啦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星際快車搶喺前面走噶啦。水晶酒杯第2位，美麗第1、第3，入邊第4位賢者無敵啊，外欄啦，紅帽紫衫仲有飲杯啦，中間黃帽咁啊黃衫黑藍色眼罩咧就英雄豪傑啊。後邊嘅馬啦，氣勢淺藍衫啊尾4，入邊魔術控制黃衫白鼻梁嘅，尾以外欄嗰匹咧就係顏色之王啊，暫時殿後係愛馬仕嚟嘅。好啦，跑咗接近一半嘅路程啦，星際快車外欄放水晶酒杯嘅跟啦，外欄位置仲有呢隻飲杯啦，再見到響入邊啊魔術控制追啲啊，中檔位置仲有英雄豪傑啊，外邊啊咁啊呢隻顏色之王依家先揾到位喺外面追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星際快車已經係放到順晒，拋離後邊嘅對手呢，贏出楊子京短途錦標啊，跑第2名，外邊追翻上嚟啊，顏色之王第3，賢者無敵第4名埋邊。氣勢同埋中間魔術控制需要影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都係擺咗喺前面走，呢隻星際快車咁啊亦都攻陷咗3級賽，咁啊楊子京短途錦標，顏色之王呢就追翻個第2啦，第3名賢者無敵，第4名啊好近喎，埋邊淺藍衫係氣勢，入邊黃衫4號係魔術控制，需要影相爭第4。